闻到安全真要紧。来看台北的消息，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年18岁，这个港的猫型叫团团，相信的乡亲也会记住。伫临床检查后，发现讲有羊癫症。动物园表示讲，伫今年8月中下旬的时呢，发现讲这个团团的行为甲英国无共款，无什么胃口、喙骨白色的烂。工作人员用监视器来看，来观察，发现讲伊上无伫8月23早起7点，团团呢捌发生过3分钟，敢若是羊癫症这个镜头。经过台大这个动物病院的兽医会诊，并且进行脑部 MRI 检查了后，发现讲这个团团大脑发生病变。兽医判断，这可能就是造成团团伊羊癫症发作的原因，会安排团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